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嘅阿明谷刘浩明。有人讲画笔如係畫家嘅人做，因為透過我哋畫家嘅一啲作品地方，我哋可以提供嘅畫家係用嘅角度去看下世界。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算是我哋福起來嘅，算是老朋友啦。我哋嘅畫家賴世聰先生來到我哋嘅現場，佢同我哋分享講，佢哋將嘅兩個作品，佢哋喺度打開心窗，佢哋度行出困境。嗰時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嘅世聰先生來到現場。世聰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對屏東來嘅賴世聰。我相信觀眾朋友已經看到過我哋嘅現場啊，有一啲兩個貴太傅嘅一啲作品，但是吼也唔係我哋頭度講嘅兩個作品地步，因為有一啲作品吼我哋咧行出困境吼，更加萬體國外啦，因為伊都見得獎以後唔見過啦，但是有一啲打開心窗，有睇我哋現場。我想請問一下我哋嘅先生吼，因為其實算是上一輩來我哋福起來嘅時間嘛，係講這個油畫嘛吼，但是一幾年落我都發現。到講先生嘅我哋講畫風改變嘅嗰度，改變嘅嗰度，同時你看有兩個對將個作品裡邊，譬如有啲走出困境，有啲打開心窗嘅作品裡邊，當初係用嘅想法，用嘅靈感去做一件事情咧，不過有兩個目標我畫做嘅。因為我畫圖同一般人講冇共用，個理性啦，我比較不靠靈感。因為更加書記嘅改放片，平時書記都帶下神行有看到嘛嘅景色啊，景象啊，物件啊，適合畫圖嘅我都會翕放來，翕放來都存檔。其中我哋比賽我哋平常是收集相片嘅資料我哋攏幾敏感，那一適合比賽。那一適合可以用嘅，然後歸類比賽我哋如果去尋一下種嘅相片，然後組合設計所以我參加比賽畫嘅圖個理性比較不感性所以我冇乜嘅考慮感。嗰種影像嘅部分有數到萬人嘅影像，冇乜嘅學派嘅影像。那講我數到乜影像主要我係是到以前嘅國中嘅時候時常比賽有校內比賽啦，也係台北學校去那邊比賽啦比賽經驗算幾豐富不是得獎因為更加畫圖可能受到以前嘅比賽嘅影響比賽我哋好多攏寫實所以我嘅風格都受到寫實的影響，所以對嘢也好，各有包等於如果以前我哋玩圖書嘅時間有去參加比賽其實大部分流行嘅都係講寫實風格啦，因為過做期冇乜抽象啦，冇乜多媒體複合彩啦，嗰時大部分寫實風格。嗰時你一次的習慣到你喺度開始退休嘅60歲開始，再拿起畫筆嘅時間，你都用最三手嘅寫實嘅一種方法來畫嘅一件事情。但是因為一擺作品有乜嘅呀？打開心窗，還有一啲行出困境，一談方嚟嗰種有關聯嘅作品，有安尼關聯嘛？伊個香港呢度愛行出困境，然後一個可能打開人家心窗，嗰種有啲作品前後有關聯嘛？當然有關聯啦，因為嘢係我等於講退休後創作嘅一系列沉住壞空創作系列我取材大部分都用屏東市嘅勝利新村嘅嗰啲景點來研究搭配所以嘢都有關聯。嗰時等於你講，其實因為嗰時間，你這個有來我哋節目時都有講到講，其實後來人為一啲油畫為一啲內啲地方，其實有啲主題啦，你上頭講嘅佛教地方沉住壞空嘛，但是一擺地方唔單止，其實看方來唔單止唔係沉住壞空嘅，其實也算是一啲形式呢。
哦，因为行出来一个困境以后，又打开心窗地步，伊个佢想遇到即个一个困境地步，又行出去的。我就想今年也带来的算是打开心窗的一部分。好，然后另外的慢的海外流浪的吼，算是我哋行出困境的部分。当初也部分都从我哋咧线上有讲到过，其实伊平常如果有我哋讲翕相的一个习惯嘛，可是譬如讲我哋用打开心窗一部分来看咧，也部分当初上爱翕拍的时节，嘛系参考你这个以前的翕相的一个内容咧。当然啦，哈，今日人物图过手讲，真正去写生的啦吼，写生啊，也系全凭想象安尼想象化哈，啊。我头班讲过吼，我因为我是用参加比赛哈，来逼使自己哈，激励自己哈，来持续创作安尼啦。你得用比赛来学法啦。我哋其实也算是一种不用这个可以持续进步的方式啦。但是嘛，还规避这个方式呢。有的人会讲逼啦，因为有压力嘛哈。冇错。啊，但是对我来讲哈，我哋睇运动不是唐人讲，有的人係比赛选手，比赛型选手啊。啊，有的人都休闲型的。对。啊，看个人呢，冇错。习惯来个性哈，也係你本身能不能承受这个压力啊？係，因為其實吼，我哋從頭睇見我哋咧報紙裡面看到市場線上嘅一啲得獎嘅啲記錄嘛吼，即個其實也經驗嘛參加啊幾多類大細細嘅比賽，咁你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講，你即個有印象參加一道體育一道場比賽冇？你講你即個有印象幾場嘅比賽？哦，我對體育後吼，包括體育花都得獎都更加哈，跟那個如台灣辦的全國性證件比賽哈，得了20場，哈，啊，境外比賽哈，差唔多得了30場，啊，啲都差唔多50場嘅得獎嘅記錄哈。我對境外比賽哈，我個重視啊，因為坦白講哈，我哋境外比賽哈，競爭啊。比境外更厲害，當然啦嚇，那個世界性嘅大比賽嚇，個有名嘅比賽，當然，比如講法國秋季沙龍嚇，將安呢當然都嘛本該困難啦嚇，困難得啦。啊，但是境外比賽嘅資比賽又幾多嚇，尤其嗰度商業性嘅比賽嚇，佢都比安尼台灣嘅全國性比賽嚇。我簡單啲啊。咁種人哋每一啲無共樣嘅比賽來講，好吧？每一啲比賽有自己嘅特性冇？冇得講，唔會想講，譬如講有啲比賽，你拿出竟然要拿出樣嘅作品，一到唔知個有考慮過？當然啦，我參加每一場比賽嚇，然後成日看伊嘅簡章嚇，如果對於作品啊有美彩啊。都係唔用乜嘅，比如講用亞克力、用油墨、油彩、用水彩，啊，也係用乜嘅粉彩，啊，而家美彩啊，好強用，啊，叫佢鬼天，啊，如果呢叫佢鬼天風格，呢種嘅風格唔係講個人風格，係我哋表現方式嘅風格，比如講寫實，也係當代。啊，當代又有印象派，啊，也係抽象，啊，喺比賽之前我先了解，佢嘅傳統，佢個好容易哪一種，哪一種嘅作品啊，那係佢愛，比如講，我今年嘅年初去參加新唐人比賽全世界人物寫實油畫大賽。對於比賽名稱來看哈，第一聽到人物，第二一聽到寫實，第三一聽到人物，按哪唔係油墨，唔係寫實，又唔係人物，
拿风景，拿水彩，啊，拿当代戏，无吼，体育馆都唔高。那一百个真实的比赛有2馆，体育馆都初审，啊，初审啊，佢都审作品的相片，啊，人选举相片参加初审，啊，2月都他们都入围啊，天一阶段都复审，啊，复审人有入围人都寄伊作品，啊，将来参加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啊，作品都寄去美国。啊，寄去个，看下就个，啊，朋友完全寄过来，嗰所以话无停喺身旁安尼，可是等于讲，每一个无同样的比赛吼，你也要主题吼，也要要求的伊个画风吼，无如讲伊更加希望的伊个表现的方式，如果先清楚以后，吼，能去决定讲，按哪样的作品去比赛。嗰种嚟看后来，其实比赛一件事情吼，唔单止会影响到个，你自家更加爱准品用的一种作品的内容，同时嘛会关系到个，也要作品的内容按样去呈现。休息下哦，下一段节目我哋咪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哋来自屏东嘅赖世松先生，同你分享讲，伊喺当初很样去参加啊，等咧非法比赛。我就想问一下先生吼，因为头先有讲过讲，当然我哋爱去比赛嘅时候，先决定讲，先看清楚啦吼，以及咩要求係抹嘅画作，吼，比如讲油画啦，吼，无论粉彩啦，同时伊希望嘅很样人物啦，无论风景啦，吼，冇最尾能去想讲，有作品按样去参加，但是唔係。譬如講，今日看到有一個比賽嘅，咱開始去畫，還是講唔會對以前畫嘅作品地方，去拓一啲符合伊個要求嘅作品咯。因為我嘅情況可能同一般人冇同樣啊。因為我畫嘅風格係寫實嘅，睇人哋寫實啦，個飛講啊，所以見到人都冇乜愛畫嘅種風格。唔係佢冇價值啦，雖然佢個傳統，但是我想佢對有藝術史、有畫圖嘅方式情都發展出來，唔錯啊，風格嚇，流傳到今，當然一下前年一定有佢嘅價值存在，嗰個寫實雖然講佢雖然畫。但是我認為伊係打基礎個好嘅一種風格因為我差唔多1年我能畫3幅，因為一幅可能要畫4張頁，最佳都3張頁安尼，嗰種我都畫好，有乜比賽適合嘅我都投稿，用安尼方式冇可能把嗰套作品訂嘅咱就先看那一步去參加那一場比賽，哪一方式是冇重用啊？冇可能講看到咱嚟畫，因為有些時間已經冇來。付唔出，係啊，付唔出。一般因為像我哋台灣嘅比賽嚟講，全國性嘅比賽佢攏固定，1年差唔多10個場，比如講全國美展。如全國美術展比如明年呢元月份第1週，他就截稿。相約月中，我哋底下講，佢明年都1月份，我明年1月份我要參加，嗰陣係更加都有一幅，提拔嘅，更加都準備嘅。從嗰種固定時間數看呢，其實叫做嗰簡單準備，至少地講，以明年的某個時間要數看嘛。嗰種如果先去安排講，你今日去比賽嘅作品係嘛？對，係，我都用安尼方式。萬你講，月份去參加，比如講係太陽美展，我參加係200，係
太阳美展如明年的2月份，2月份的替礼拜六截稿，啊，来对3月份开始拍到隔年的2月份，啊，伊作品寄出去得奖的，啊如海创比赛如开始拍的，做嘛个安尼咯？因为安尼跟个比赛同境外无同样，我特殊的条件限制，睇我哋台湾全國嘅比賽也好，比如講全國優化展，一天愛唔曾得獎過嘅作品，咱可以比。拿睇國內，也愛睇其他境外比賽過得獎嘅作品，伊都唔分別。嗰數係得獎，那唔分別，還是講參加都唔準備？要參加，但是冇得獎可以冇？應該可以，嗰時也都看簡章，嗰時像我以前唔知啊，像去年呢，我打開新窗，如睇黃溪美展、大墩美展，一兩場我攏入圍，入圍唔曾得獎哦，你像入圍愛複審。有名單，然後拿到獎狀了，才叫得獎。嗰時唔曾得獎，有時間我哋國內比賽佢奇怪，我拼場，同時比如講4月份台灣佢奇怪，4月份太熱，6月份嘅太熱，2、3月份差唔多1、3月底部都有3場比賽，一同時。我哋唔曾得獎過嘅作品，比如講我哋一幅，那可能3場都會試過啦。因為嗱講，搶先1場啊，我係冇入呢，按其他2場又冇投稿，都冇機會。所以對於我哋參賽者嚟講，我哋會一稿多投，可能有一種情形。咁一稿多投，我相信幾多人嘛安尼做，因為等於講，這個唔可能，人講，咱對的嘛，嗰時一定會對3個，但是問題係3個地位啊，吼，嗰種有2個得獎，問題係2個得獎，一定會先講，咁這個有得獎嘅，會影響到另外的得獎，一定會啊，因為唔完全得獎嘛，吼，比如講，打開新窗黑日3場，3場入圍，因為3場呢入黃溪、大墩，個全國優化展農業，打開新窗也復但是呢，入圍係初審，冇錯，個人都參加複審，比如同時幹嘢原作我記落係哩，記狀嘅呢啲原作嗰陣2場都放棄權。等於如果講幾時間攞嘅天呢？係我先可能嘢作品我送對那場去。出現的吧，我相信他跟你亂的出現，我就全部用椰的然後椰下去以後，多時間能看到葉味那幾場，但是葉味那幾場是，你最後還是要做一個選擇。好，從來行出困境也好，去年的年初，都先參加全國美展，因為2月份全國美展唔曾初審公布入圍名單，而個太陽美展2月份呢有啲徵稿都徵件我們第一場還沒有結果出來啊，所以我第2場不能等他第1場公布了，我再投第2場已經結束了，就變成就錯過太陽美展。不是太陽美展又再送一天2場攏入嘅，行出佢都入全國美展，個入太陽美展。我按樣咯，問題都出啦。全國美展係1月份審判呢，照理來講，佢要比太陽美展好，國家公布結果。冇錯，結果呢，具體初審全國美展初審公布的時間，太陽美展已經複審公布了，等於說太陽美展要搶在全國美展之前，他要搶作品。
哦，也嘛，迄伊个方式呢，吼，啊就是讲，因为伊嘛伫讲，他讲伊天要一定比赛过多场嘛，不是，但是伊如果用人的方法去先去拿到经验得奖的作品，咁你发现后来欣赏同那样。啊，结果如迟迟全国美展拢冇初审完，结果冇出来，啊，他延后公布嘛，啊，延后公布，啊之后如因为讲啊拍冇好诶，啊如送太阳。送去太阳哦，完成度平均日全国美产都公布初审入围名单，啊，我突然我的作品已经寄去太阳诶，所以全国美展都变啊弃权。咁像我哋国内比赛来讲嘅话，有嗰种人哋讲长途嘅高大嘅查片，对于主办单位来讲，每个主办单位拢会讲，安尼最好。系冇错，系。啊，但是对人参赛者来讲，当然安尼心中，比如讲全国美展一听，喺安尼心中，因为最好呀。因为全国性的嘛，哈。对。对欣赏来讲嘅话，你这个因为讲，下次对你这个展现到人家作品来讲，有乜嘅特色？当然有啦，哈，任何人哈。要选择讲，去搞爱行某个风格哈，当然要先考虑哈。啊，人家要参加比赛，我替我考虑的路，也下次啦哈，我有办法用时间来揾空间。因为讲呢，因为咱学较多油画冇爱叫，啊，那3-4年的时间，我喺全国拿奖啊哈。那冇摆时，冇一天的功力啦哈，我得讲唔係咁容易啊，但是下次的东西，睇目前艺术界佢唔係主流啊，佢哋國手人吧，如行在門我做乜嘅用嘅繼續哈。用写实风格来参加比赛哈，除了来得奖的几率比较大以外哈，还有其他3个理由。好，咁3个理由係咩？我哋我哋海豚嘅節目，我哋同大家要做分享。好。可是看到一篇，我都發現到講，其實下次有一件事情，唔單止講，其實係啲鬼正確的去把我哋方面呈現出來，其實以外有無窮嘅原因，俾我哋來自從欣賞，而堅持行下次一條路。休息下喎，下個節目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賴世聰先生，同我哋分享講，喺伊當初做乜堅持用寫實嘅風格嚟做繼續畫圖。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哦，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唔係有3個原因，3個原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呢？好，其實哈，寫實風格有它的有給它加持啦。好，第一呢，我哋對技師嘅觀點。對於個國嘅觀點來看哈，對藝術史嘅觀點來看哈，下次以睇藝術嘅發展哈，它的歷史最早，當然它的歷史至今當然也最久，另外呢，下次啦哈，總麼個可以傳來叫哈，最主要哈，佢係可以奠定人哋。绘畫圖嘅基礎，也係我哋睇搞畫圖，也係學畫圖哈。畢竟咧，安尼過程啊，尤其呢，我哋拿注意看哈，嗰度嘅標榜講，佢係當代風格嘅畫家哈，尤其當代風格嘅。創始人啊，也係咁嘅始祖型，也係傑出嘅知名嘅世界性嘅畫家哈。基本上，佢哋對寫實攏
有福高，同时呢，佢功夫拢夠厲害，啊，後來佢咱做發展出當代，另外呢，嗰度當代嘅呢發展基本上拢同寫實有關係，例如技師嘅觀點最主要如講，因為呢寫實可以傳到緊一下前沿，但是當代風格嘅藝術也係圖畫，基本上佢發展史還過淺但是呢，我看到當代風格嘅呢藝術係繪畫佢變化轉換很快，流派很多。做乜嘅會有安尼變化呢？因為佢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考驗可以叫人話唔掂。寫實風格有啲鬼貼嚟講，好看冇看過清楚啊，畫唱唔唱過清楚啊。好，嗰種嘅時間，唔係畫一幅作品嘅時間，你想要表達嘅係乜嘅？大概心中呢幅畫主要係表達嘅如講，沉入外空嘅一個很難突破嘅生命旅程我哋以前談過嘅談火爐果有一說講，阮拍開心內飯湯也果嘅本國有名對個聯想到其實我哋每個人人講心情唔好，做乜事情都唔順我哋心胸拿打開來我哋都可以把握當下過好嘅生活，也係過精彩嘅生活我呢幅畫地步用強州牆對石頭嘅到總頭到太頭上強州到我哋可以想象等到嘢強州拿成熟嘅嘢效果係乜嘅嘢效果都倒下來嘢強州都冇起來地步我要把咩位嘢咩位講佢目睹嘅長咩位老闆嘅長咩位兩個係對象，其實唔係我哋講嘅佢哋睇上看其實佢哋係專注看到一個獵物，可能係條嘅喺苗路條路被壓走嘅嘅強州底下有錯嘅錯拿上一個用嘅時間，佢喺嗰度會變殘血我捱主要都係捱去架用捱去架上花炮，而家把佢總圖嘅時間，我已經65歲，喺人生落去背我哋冇法度打破我哋沉入外空嘅生活歷程所以我把佢幅如係講，我哋隨時要打開心窗把握當下，甚至呢，我希望講唔係打開心窗都好，我哋哪看個人一些，我哋要打掉心牆，如果心中嘅呢，我幅畫有把眼睛有咧發起來嘅壁壁拿發起來嘅時間，我哋可以想象冇叫嘢外面靠黑，冇犧牲物所以例如世間萬物瞬息萬變我哋那麼用心去觀察，那麼把握當下一看，唔可能都看唔到嘢變化。嗰種唔知係另外一副行出困境地位，其實佢貼起嚟講，一看好嚟嗰種一啲，我哋講記錄僅存地位一啲路邊嘅一啲事情。呢幅畫講到行出困境買一表態咧有3方面啦。如果我哋講完咧，嘢主角戴口罩，如睇言語疫情期間我哋因為
对亲邻同嘅开放行出困境。毕竟人哋愛生活下去啊。冇錯。也都國人呢，都我認為像同嘢勝利新村呢嘅一個公園來連接啦哈，因為一個公園啊，如縣政府哈對嘅勝利新村呢日式宿舍啊，都帶佢全部重新修建呢，哦，安尼要花幾多錢？也係掹係都殘壁係殘拍來。空地來做停車場嘛，幾好啊！嗬，結果佢哋都行出嚟困境，俺唔種產，俺留下壁，留下地基，留下遺構啊，如遺留下來建築嘅結構啊，係咪遺構公園變成全國最大嘅首座遺構公園？種好以後，更加變成全國知名嘅景點，亦都行出困境呢。啊，政府嘅做法，按佢藝業復花兩片那個壁啊，一片畫國民黨，一片畫民進黨，哈，我睇今年黨徽，好，經營的故事啊，國民黨的下面有破的牆壁，民進黨呢黨徽黨風有污染的痕跡啊。我意思如何表達哈？都帶啊，我哋國內政黨惡鬥，我哋恩用版行出困境啊。故所以三方面的困境啊。冇錯。我哋用嘅種法來表達，因為他講人可能唔記啊，你畫架，你畫布，你材料，嗰種規，尤其我哋喺創作嘅時間，啊，不是生產，啊，全心投入。啊！哪把個作品賣唔出去哈，你從一叫假水龍用槍啊！故所以以前的人講做把假人哈，會窮困潦倒，主要路係冇出名啊！故所以我行出馬困境呢哈，我參加比賽，啊，我用比賽學法，做馬比賽啊，比賽個得獎，啊得獎之後我都可以。提供我得獎嘅時候是本記者媒體啊，同我天數宣傳我知名度出來啊，我作品如果賣，我作品啊賣出去，我都有經濟來源，我都可以持續做畫畫家不管有天才，冇持續畫下去啊，都冇可能得到經濟來源，好，故所以我用也親身比賽嘅經歷用比賽來學畫用比賽來透過媒體自我行銷打開知名度，走出困境亦都係。一擺相同大家分享嘅最主要的部分。其實真正都可以歸到講，這個係一個理性嘅一個畫家，因為其實也一步一步路上過清楚，同時嘛，提講也做嘛比賽畫圖，一件事情其實有牽涉到過現實的事情啦，但是也絕對唔會講做的藝術家做嘛上岸按膚淺的事情，也係最咧過現實嘛過重要的事情。喺節目嘅最晚，你對未來有乜嘅期望？我對退休還是讓從南北比較好。剛講畫圖對我來講，係我人生上半場嘅初心啊，最初嘅心中嘅願望也係我嘅夢想我都幾冇記唔得我60歲退休之後，我辦有機會來畫圖。感覺也係老天本來人生下半場最大嘅福報。總嘛嚟講咧因為每個人一生哪有機會本結合你嘅興趣、你嘅工作同天賦，可以
集中在10种啊，可以跟4种啊，有安尼设头做哈，也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做嘛跟他尤其是木土啊，木土也跟4项，讲起来也quite简单哈。但是如果拿木土，也唔係簡單事情。第一，唔可以有安尼心力；第二，唔可以有健康的身體；第三，唔可以有時間；第四呢，唔可以有經濟來源，咁冇法度堅持啊。俺係同一般人冇共樣嘅，一般人退休之後，嗰當然要木土呢，140億學花呢，但是佢呢係受欠，係娛樂嚇，啱咩？所以對我來講嗬。60歲以後還可以畫圖，我期望你係做咧職業畫家。佢當然退休以後，可能你唔知做乜事情，你可能你那路老了，但對市場欣賞來講嘅話，變成一個職業嘅畫家，係變成因為了一個佢創業嘅一個期望。今日佢感謝我哋市場欣賞，嚟到現場分享按精彩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再聽下你欣賞來，強化運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